因到耶利哥，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大阵人出耶利哥的时，有底麦的囝巴底麦，就是市面最起食的，坐伫路边。已经听见是拿撒勒耶稣，就哀求讲：大伯的父的耶稣，可怜我！侪人即比伊，甲伊竞争。若是伊一发大声哀求讲：大伯的父的啊，可怜我！耶稣听卡讲，叫伊来，就叫市面人甲伊讲：按你的心起来，伊在叫你啊！伊就放下伊的衫，跳起来去就近耶稣。耶稣应伊讲：爱我甲你做啥物？市面人甲伊讲：第半年我爱得着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去啊！你的信有救你啦！伊两边得着看见，就伫路里对耶稣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：你爱我为你做啥物？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那今仔日耶稣问你：你爱我，甲你做啥物？你会安怎回应？我想每一个人拢会为着家己的需要在求。可能有的人是求身躯健康，有的人会求财富，有的人会求好的学校，也是食头路，也是有的人会求上帝来为着伊主持公道。咱拢望主会当满足我内心上渴慕的迄个需求，就亲像今仔日共一章的经文出现的迄两位学生。这两个学生是雅各甲约翰，因伫甲耶稣同行耶路撒冷，耶稣伫要受死的路里，甲耶稣提出安尼的要求：先生啊，既然阮对你所求的，求你甲阮行医。因耶稣问因讲：爱我甲恁行什么？因回答：准阮伫你的阳光，一个坐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你的倒边。耶稣非常明白，这两个人是在求看会见的一关系地位，并且这两个人是偷偷啊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要争迄个比其他学生搁较悬的地位。但是耶稣挑战因：我所啉的杯，恁会啉吗？我所受的水，恁会受吗？耶稣的杯是甚物杯？就是耶稣即抓去耶路撒冷，是要互出卖，甚至互判死刑的苦难的杯。耶稣的洗礼是甚物款的洗礼？就是伊会伫耶路撒冷互掠、互鞭拍，最后互钉伫十字架顶。互四周围的人，特别是遐个宗教领袖罗马人，伫遐受因的讥刺，伫遐受因的侮辱，最后死伫十字架顶。耶稣的洗礼是苦难的洗礼。所以这两个学生，敢真正亲像因家己所讲的，会当去承受安尼的杯甲安尼的洗礼？同款，咱伫向耶稣求的，嘛定定是咱毋知影。无适当的求，就亲像囡仔在向老爸老母求，但是老爸老母认为恁的要求实在是无合理，也毋是恁即个年龄应该做的代志的时，爸母会害头讲：哎，恁实在毋知影恁是伫讲啥物。毋过咱毋管啦，囡仔毋管啦，就是生要爱。我会当，我知影。但是这物件，敢真正是会当承受的咧？咱无法度明白，但是生养咱的父母知影，创造咱的上帝搁较知影，咱向伊所求的，敢真正适当。所以伫即段正最大的经文内面，耶稣嘛趁机会教示伊学生，毋通想要正大，反倒爱做正人的奴仆。毋过非常奇妙的是，伫即段耶稣教示学生的记载了后，就缀伫出现今仔日即段耶稣伫耶利哥城医治巴底麦的经文。咱若将两段经文放做伙来看，会发现因有一个共款的所在，就是耶稣向两个学生，也向巴底麦问共一个问题：爱我甲你做甚物？安尼一个安排，互咱看出。
伫某一种程度顶面，耶稣看伊学生，甲看巴底麦是共款的。巴底麦伊确实是一个痴迷的人，所以伊互家庭、互社会所气杀。伊只有坐伫牢里，甲人求讨，才会当过生活。但是这个学生咧，因有目睭，但是敢若比巴底麦搁较痴迷，因为因看较看袂见。已经缀耶稣3年久，不但无明白耶稣的教示，搁伫即种真关键的时刻，伫遐正想要做大。反转看巴底麦，虽然伊的目睭看袂见，但是伊的心较知影耶稣就是迄个代笔的护卫。这段经文一开始是讲，这件代志发生伫耶利哥城。耶利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。因为当地住有超过2万个伫圣殿服侍的祭司甲利未人，所以当这个人听见这个背骨的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时，就拢活来，想要看讲这个耶稣到底有啥物本事，竟然会当颠覆当时的宗教甲社会。但是嘛有另外一群人。因刻的要来正要看，要来赢击这个耶稣的这个人，因为哇，这个耶稣来啊呢，伊要带咱打败罗马人，建立犹太人荣光的国度。所以另外一群人，因是政治上的期待。但是就伫这大群人的中间，有一个人非常的无共款，伊毋是来看闹热的，也毋是来找麻烦的。伊坐伫路边，伊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，就嚎叫讲：代笔的护卫耶稣可怜我。咱毋知影即个叫做底麦的后生巴底麦是甚物款的人，咱嘛毋知影为虾米伊会痴迷。咱唯一会当知影的就是，伊听过耶稣即号人物，伊听过耶稣做过的代志。伊嘛认定耶稣会医好伊的目睭，所以听到耶稣来，伊伫遐大声嚎叫讲：代笔的护卫耶稣可怜我！望望会当伫迄个真闹热、真吵闹的街路，会当引起耶稣的注意。而且咱看见出现2个对耶稣的称呼，一个是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这个名伫当时非常的普遍。所以，伫遮有特别讲对拿撒勒来，除了是辨别耶稣的身份，嘛证明耶稣确实是活伫世间，甲咱同款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毋是一个影尔。另外一个称呼是对巴底麦喙出来的代笔的护卫。代笔的护卫是犹太人对弥赛亚专门的称呼。伫以赛亚书第9章6节到第7节，咱真熟的经文有讲，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囝赏赐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的爸，和平的人君。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天无穷尽，就是伫代笔的宝座甲伊的国，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，保护伊。对打到永远，咱看见犹太人因期待即个代笔的护卫，也就是即个弥赛亚，会当施行拯救，会当来救因，来除去罗马人对罗马人来的安尼统治甲艰苦。但是，这个熟读律法，知影先知预言的这犹太人，甚至耶稣的这学生。较拢毋相信，因所看见耶稣就是弥赛亚。毋过，即个痴迷的巴底麦伊看见啊，伊知影耶稣就是上帝所应允、先知所预言迄个要来的拯救者。所以，咱看见巴底麦伊除了知影，伊看见耶稣真实的身份，另外一方面，伊嘛看见家己可怜的所在。你会讲一个痴迷的去食，啥物上可怜的？表面上有2种的可怜，一个是丧香，
因为送香所以做乞食。但是另外一个是青面，目睭看袂见，只有坐伫路边，无法度家己来行动。但是巴蒂麦知影伊青面的问题，若得到解决时，伊送香的问题嘛得得解决。所以巴蒂麦明白上根源的问题一道。所以当耶稣问伊讲：“爱我甲你做甚物？”巴蒂麦无讲，互我钱，互我物件食。伊看见家己上可怜的所在，就是伊的青面。伊知影伊需要看见。兄弟姊妹，这互咱来思考，咱敢知影家己上可怜、上需要互耶稣帮助的迄个问题是甚物？非常可怜的是，真侪人毋知影家己是有问题。袂啦，我真好，我拢有来教会，我生活大小事嘛真顺利，哪有啥物问题咧？咱受这外在条件影响来看家己到底是毋是有问题？所以咱求的拢甲世间人共款，主啊，互我病得着医好，互我趁大钱，互我所有代志拢非常的顺利。但是咱敢真正看见家己上需要迄个真实的迄个需要？也是咱亲像迄两个学生，根本毋知影家己是咧求甚物，知影家己爱求甚物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伫旧约士师记11章有记载安尼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叫做亚弗他，上帝呼召伊来带以色列人去拍当时的亚扪人。亚弗他为着要拍赢，甲上帝做安尼祈祷。伊讲：你若将亚扪人交伫我的手，我对亚扪人遐平安倒来时，既若对我的厝的门出来迎接我的，要归伫上主，我要献伊做烧祭。亚弗他受当时迦南宗教的影响，就是献人做祭。伊望用安尼来讹诈上帝，互伊会当拍赢。伊忽略是上帝呼召伊，是上帝的气力，互伊要来拍赢亚扪人。但是伊做安尼祈祷，伊伫做安尼祈求的时，伊的内心一定是伫想：哎呀，当我倒来时，当我转来时，一定是我的奴仆紧来赶我的行李，甲我洗骹。哎呀，一个奴仆的性命毋值钱，献做祭物拄拄好。但是结果是安怎？第一个出来迎接伊的是伊的查某囝。亚弗他照伊家己内心的伫祈祷，结果是啥？是一个悲剧。最近我有读一本册，是灵修大师毕德生的《不情愿的呼召》。伊伫内面有提出一段话，伊讲有真侪方法，互人会当追求宗教，但是毋免降服伫耶稣的主权。这个方法咱拢真熟。咱活伫一个拜金牛的国家，虽然咱有真悬的宗教的情感，但是甲西奈山的宣告、甲加勒山的成就，较无任何的关系。西奈山所讲的就是10条诫律法，加勒山讲的就是耶稣的救赎甲恩典。咱拢知影真侪方法，但是真正的咱咧。甲遮较无完全任何关系。伊佫继续讲，每一个人对上帝确实有安尼愿望，即个愿望非常的深沉，非常歹互满足。但是咱中间较无任何一个人真正想要来就近上帝，咱敢若想要成做家己的上帝，然后看咱身躯边敢有其他的神会当伫安尼事的顶面，甲咱来斗相共。自咱真细汉的时，咱就互训练成做上厉害的消费者，知影什么甲会当是咱上悬的生活水准。当我看到这段文字，我发现我毋免阁讲什么，这段文字会当成做咱今仔日第一段真适当的一个结论。咱看见巴蒂麦，伊知影家己的问题。
伊知影伊的问题，毋是迄个送香做乞食的问题，毋是迄个表面的问题。伊知影伊需要互医治，是伊的痴迷的问题。所以伊伫遐迫切求耶稣，引起耶稣的注意。毋管大家伫安怎看伊，伊伫遐大声话，代表的囝，代表的子孙，上耶稣啊，求你可怜我，求耶稣帮助伊。兄弟姊妹，咱敢知影咱真正的问题是甚物？咱敢知影咱真正需要稳定的迄个所在伫倒位？因为当咱知影，咱一定会亲像巴蒂麦共款，非常迫切想要去掠掉迄个会当解决我问题的机会，别人安怎挡你嘛挡袂掉，绝对袂亲像现在的人共款，无小无冷。无要无紧，所以当咱看袂清楚家己的问题，也是感觉讲我家己完全无问题的时，那现在耶稣徛伫你的面头前，你嘛无动于衷。但是咱看巴蒂麦，伊非常清楚家己的问题，所以伊知影机会来啊！伊伫遐大声叫，代笔会互的耶稣可怜我。但是伊互禁声，哇！伫伊四周围满满拢是遐对宗教有研究的人，满满拢是对耶稣有政治期待的民众。一个痴迷的去食爱啊！你闪边啊，莫挡路，这毋是你来讨钱的所在。但是巴蒂麦无因为人会主动停止，伊一发大声吼叫讲。代笔的互的啊，可怜我！一发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。巴蒂麦对耶稣的人物毋是非常的深刻，但是伊知影家己的需要，伊相信耶稣会当帮助伊，亲像伊捌听过，互耶稣医好的迄老12年的妇人人，伊嘛听过迄个歹骹。但是耶稣互伊起来行路的迄个人的见证，也是迄个倒伫毕士大水池边啊，伫遐等待新热的迄个变水，后来耶稣互伊起来，伊听过遮个人的故事，才会互巴蒂麦充满热情，充满愿望。巴蒂麦喊话，互咱真侪启示。巴蒂麦伊是一个敢若听过耶稣代志的人，但是伊产生的信心较超过跟缀耶稣3年久的学生，甚至嘛超越咱。伊的心无痴迷呢，伊非常清楚，伊若失去即摆的机会，伊的人生就会永远伫迄个黑暗可怜的世界内面。所以虽然人阻挡伊，但是伊无放弃，要不断大声伫遐喊话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祈祷咧，咱敢也一发祈求？一发祈求，毋是讲咱伫遐来大声伫遐喊。一发的祈求是讲，咱敢带着热情，充满期待，任何人拢无法度主动的迄种迫切的祈祷咧。毋过有当时啊。袂当否认的就是，当咱看袂到咱祈祷的代志成就的时，咱的心可能会哪来哪冷，会冷，这就是中魔鬼的诡计。魔鬼拼命要来阻挡咱的祈祷来到上帝面前，伊可能用你过去所受的神学教育、你的经验、你的理性来阻挡你，互你认为无可能啦。魔鬼想尽办法要来消灭咱的热情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当你心冷的时，你已经中着魔鬼的诡计。但是，咱真正是安尼，祈祷无成就，祈祷无成就，咱的心哪来哪冷？这时的咱千万毋通停止祈祷。
虽然咱艰苦到毋知影安怎开喙，毋知要讲甚物话，但是会记得一句话，就是伫罗马书8章26节，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，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，独独圣神家己用未讲出的吐气替咱求。伫咱软弱无气力的时，上帝犹原甲咱同在，所以咱爱不断祈求，无留芳和魔鬼有机会入来破坏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当然，咱要安怎祈祷，这是另外一个课题。但是大心咱会当提醒的是咱祈祷的态度，因为对巴底麦咱会当看见，伊互耶稣听见的，毋是伊的神学。毋是伊迄个真水的祈祷的内容，伊互耶稣听见的是伊的热情甲伊的迫切，所以耶稣停落来，因为耶稣对伫热心求讨的人有讲：求就要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因为既若求的得着，找拄着，拍门的就甲恁开。恁中间有甚物人，伊的囝甲伊讨饼？兼要用石头互伊，也是要治鱼，兼要用蛇互伊。恁遮的虽然歹，抑佫会晓用好米互恁的囝儿，何况恁伫天里的爸，兼无要用好米互求讨伊的人吗？耶稣讲：“我会回应恁的祈祷。”巴底麦伫遐热切的喊话，咱看见耶稣伊听见啊。耶稣停落来，讲叫伊来。耶稣无为着这祭司利未人停落来，耶稣无为着这其他伊作王的人停落来，耶稣是为着一个痴迷、互排斥的人停落来。兄弟姊妹，巴底麦掠着这个机会，迫切祈求，因为伊知影这是伊一生唯一的一摆的机会。但是咱敢也掠着机会来回应上帝？无论是对付咱家己的罪，也是去掠着上帝的怜悯，也是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咱敢有掠着这个机会？有时伫邀请兄弟姊妹服侍，拢会听见。等我以后较有时间，我才来服侍，反正拢有机会。但是咱中间无一个人会当知影下一秒会发生甚物代志，咱哪有法度会当把握未来10年、20年咱这日子咧？特别伫咱的身躯渐渐衰微，到时机会若来，咱敢有气力要会当去掠着咧？所以巴底麦伊是掠着安尼的机会，伊跳起来，当伊听见耶稣甲伊讲叫伊过来时，巴底麦放下伊的衫，跳起来去就近耶稣。衫外衫是一个乞者上宝贵的财产，因为这个衫不但会当互伊穿烧，并且伊会当铺伫涂骹，倒伫遐困。但是当伊听见耶稣叫伊过去，伊想嘛无想，将伊的外衫弹落去，跳起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弹掉伊所有的，这表示伊完全相信耶稣。并且伊准备好势，要放落过去，迎接生命的改变。耶稣问伊：“我爱我家己做甚物？”耶稣的问题敢若是假问的，巴底麦非常明显是一个痴迷的。但是耶稣提出安尼问题，是要互巴底麦一个更较明确会当表达伊信心的机会，互伊更较明白到底伊内心上想要爱是甚物。伫巴底麦回应内面，伊称呼耶稣拉波尼，意思是我的主，我的老师。这互咱看出巴底麦伊对耶稣是真正尊敬，甲真正非常有信心，所以伊非常明确讲出伊的需要，我爱得到看见。巴底麦的信心不但帮助伊突破伊生命的困境，也互伊伫困境内面，搁较倚近耶稣，得到耶稣的怜悯。所以，咱看见耶稣直接回应伊的祈求，
去啊！你的神有救你啦！当耶稣讲完，巴底买目睭马上就看见。咱伫即个医治的行动内面，咱看见耶稣伊无摕任何的物件，耶稣无举行任何的仪式，但是耶稣的话有特别凸显即个巴底买的信心。这甲咱看马可福音内面其他医治的故事拢共款。伫马可福音的记载内面，耶稣特别强调信心伫医治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巴底买对耶稣的信心，互伊的目睭得到光明，互伊性命得到救赎。但是，我认为这段经文上宝贵的所在，就是伫结尾。当巴底买两边得到看见，就伫路里缀耶稣。这段经文咱嘛会当伫路加福音看见。路加福音搁较描写出即个巴底买伊的欢喜。路加福音是写讲，伊两边得到看见，就缀耶稣归荣光互上帝。咱会当想象迄个画面，巴底买目睭一恢复光明，伊欢喜甲跳起来，不断感谢上帝，归荣光互上帝。但是毋是安尼就结束哦。巴底买虽然是一个乞食，但是伊有感谢的心。伊嘛知影伊的后半段的人生应该爱做什么代志啊？所以伊无去趁钱，伊嘛无去实践伊的梦想。巴底买伊踏出即个信心的脚步，伊来跟缀耶稣。看见巴底买的行动，真正互我足感动的，因为耶稣即抓去。毋是去领奖，耶稣是去受死。所以巴底买决定嘛，绝对毋是一个有前途的决定。我想咱无人会选择安尼一个决定。但是巴底买伊伫经历稳定了后，伊用感谢的心来回应。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绝对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但是勇敢踏出信心的脚步。勇敢回应，绝对会当扩大咱的眼光，扩大咱对上帝的认捌。巴底买勇敢的脚步，互伊无过是一个屈伫耶利哥城的人，互伊毋是一个乞食的人尔。伫伊一路跟缀耶稣了后，看见耶稣互钉十字架，看见耶稣过活，我相信巴底买伊的眼光无过共款啊。伊规个性命互耶稣确定。虽然圣经无甲咱讲巴底买了后伊做啥物款的代志，但是我相信伊亲身经历甲耶稣的相拄，互耶稣改变的即个见证，一定是不断对伊的喙来流传出去，不断来成做见证。兄弟姊妹，2000年前巴底买的行动，也好亲像伫向咱提出一个挑战。等一个咱要吟的诗歌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歌。伫500年前，这信徒因坐伫礼拜堂，因听因无法度理解的拉丁文，因嘛无法度来读圣经，所以最后因成做教廷教皇欺骗的对象。但是今仔日咱会当读圣经，今仔日咱有各种语言的讲道。但是咱的性命，敢会当勇敢来踏出安尼的脚步？所以咱家己阁想一届，今仔日会讲到一头前，我大家问讲，耶稣若问你讲，你爱我，甲你做甚物的事，你可能有百种的答案，因为迄是你内心上需要的即个问题。但是伫现在，如果耶稣阁问你，你爱我为你做甚物？你要求甚物呢？无论你求甚物，嘛咱的祈祷内面，拢会当求主，互我会当看见，互我会当继续伫即个人生的路途中间来跟缀耶稣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恳求你帮助阮。阮诚做基督徒久久，总是阮亲像即个痴迷的巴底买。主，阮的性命伫黑暗、伫绝望的中间，
总是主，阮也恳求你，互阮亲像巴底麦，互阮有信心。当阮拄着耶稣的时，阮知迄是阮唯一的一摆的机会，阮要掠掉即个机会，求耶稣救赎阮。主恳求你帮助，也互阮踏出勇敢的脚步，互阮透过圣经，互阮透过敬拜，互阮透过逐样的聚会分享，互阮搁较明白你，互阮搁较会当彼此激励来行天路。主恳求你伫阮的中间扶持阮、赏赐阮快乐。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